2004年12月26日，圣誕夜能過一日，印尼北蘇門答臘島西部外海，今日早上8點發生了巨勢規模9嘅強震，引發大海嘯，造成22萬人死亡，其他8萬人無家可歸。其中最接近海嘯中心點嘅印尼阿齊省影響最大，喺蘇門答臘島最西邊嘅阿齊省首府班塔阿齊市。2004年嘅世界大概有40萬3人，也從海嘯3個有1個人命本已輸脫的，其中大概有5000名嘅客家華人喺也從災難當中死亡，喺客家人口嘅一半。今年能過去嘅班塔阿齊市嘅街道已經恢復嘅熱氣，我也從空前嘅大災難，撒喺永久集體腦度嘅噩夢。行呢件事去避來啊，去邊嗰啲咩一歲來嘅事，記得我哋後面看到2000來一個啊，2000來一個，人送拍起來污水咯。誒，過來行，結果人送行過來行嘅嘛，行過來行嘅是一歲安泰浪啊，安泰嘅浪。跟这些水太是8公尺、10公尺高，一打都面都冇變咯，當時都亂扔血口咯。係邊個都交通亂扔血口，佢講肯定攞部退數冇本事。肯定你數本海嘯打散踢，將你本作生死兩個世界。那麼海嘯數從天嚴重嘅印尼阿齊省，在也檢驗呢對一個無人識的些素材，變做國際關心嘅目標。世界各地以種種溫暖的數傳入印尼，本一定扶持的力量。睇下條關心度也有對台灣來嘅溫暖。4年前，喺印尼菩提心曼陀羅基金會嘅牽線下，得到台灣風濕師會嘅證書。海嘯過後，第一批嘅印尼學生嘅跨越3000公里來到台灣，展開一定嘅特殊生活。一般我們在做的時候，可能要先進行那個水準校正，所以學生嘅喺先生嘅指導下，練習用高臂千里鏡觀察戶外動植物。也係用攝影機掃戶外釣嘅昆蟲嘅聲，調查無共用棲息地嘅生活多樣性。也掉入喺環球技術學院環境資源管理內嘅課程，本也掉印尼留學生吸收嘅改導團印尼無共用嘅環保性觀念。最根本土嘅環境最根本嚟學到，叫做像保護山林，還有用便保護自家環境，用便分類叫做垃圾。嘅最重要，因為我哋學印尼嘅時候，完全冇嘅分類垃圾嘅觀念，嘅觀念其實很重要。其中有客家獻馬嘅吳恆基，今年還考到台大森林環境同資源研究所，表現一等好。我主要學到的東西是，環境這個專業上的一些知識啊，然後實際的經驗，比如說去雨林做調查的生態調查，然後在社會真的去社會做一些環境教學，還有去做他們的這個經濟社會的一些調查，真的有這個實際上的一個經驗，是非常可貴。希望說他們將來學成之後，能夠透過農業生技，能夠透過環境管理的這些技術呢，能夠幫助他們印尼，幫助蘇門答臘來解決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經濟跟環境的問題。不過，聽說印尼嘅社會環境問題之前，一條漂洋過海來台灣求學嘅學生嘅，在愛先面對翻譯同生活適應嘅大挑戰。1年級我剛開始上課，老師一直在講課嘛，我根本都聽不懂嘛。聽一點點而已，就是很基本的那些話語，我就聽得進去嘛。不過他講的那個專業名詞，我就很頭痛。唔慣了，一條來的是就是買食的東西啊，還有用阿伯說講話呀，冇咩時候阿爸去講中文。
安尼嘅困境，沙也激發了一條學生嘅韓國自決主動嘅學習。睇線上同學嘅評論下，中文對上數看唔識，變到做得講到捋捋滾。課堂上嘅專業知識也變作為一等老師讀嘅基本常識。我在這裡是主要是學植物組織培養，然後他們三位是主要是學微生物的，這樣子。難論就近鍵盤做好小套工作，也到生活技術內嘅學生嘅睇毛菌操作台項，實際操練組織培養繁殖技術。金芽繁殖，我們拿着這部莖嘛，把它切了就種下去，讓它發芽。這樣成一個植株。本身農場度學生嘅點下一粒一粒嘅토마토葉，練習無窮用點種嘅方式。接穗擠下來，因為它生產作用太快了，所以我們要把葉子把它剪掉一些。今係上到鐵質嘅葉貝，學生嘅睇摘木瓜樣。認真嘅設計來做也有正規嘅農業技術，美國到1年過後，一定落去當家來做嘅。一旦有天師幫我哋一太苦地，然後我哋愛做溫室，我哋冇按照學堂溫室是做好，我哋點解嚟種東西做咩？嘅係冇，嘅係我哋愛重新開始，然後一時間設計溫室，一時間做很多東西。我們在栽培學生在深造的過程中，我們都是以他們回去印尼有所回饋，然後都是可以以我們的理想，就是我剛剛講的從事這個永續農業為主軸。喺他鄉實忙讀書嘅留學生日咧，改革入項目就過去咧。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有它充滿它的一個可能性，只要我們把握去努力，那相信未來的發展是無限的。按用心可以透過紅十字會幫忙補助，到今年4年順利完成了台灣給片沙的學業。很開心，可是也很難過啊，因為就是開心是因為終於完成學業了這樣。然後難過是因為要離開台灣啊，然後離開一些朋友啊、老師他們這樣。希望回去印尼之後，我們所學到的，好像我學生繼續的，可以在印尼利用，然後可以在那邊用來幫助印尼的國家發展，然後希望我們在印尼可以進步。尤其是在農業方面。我相信這一批回去的時候，會帶來給不管是蘇北，不管是雅琪，特別是客家客家人這一代的，很大的個轉變。開銷過後到台灣讀書嘅印尼學生嘅畢業嘅，一定要團體台灣學到嘅什麼技術，還有農業新知識，帶回到印尼日嘅蔬菜來，路上也條素養嘅強用，吸收嘅養分，愛種到印尼嘅各個蔬菜去。又出來咯！來到睇印尼棉蘭市嘅菩提心曼陀羅基金會素描中心，一條畢業生開始讓人哋洗頭，一定拿起腳頭過來。我團也到上到國泰頭嘅素養嘅溫盤嘅簡奶，一個素描中心係為到保護依連實力嘅，一定嘅工作如係愛顧好少素養嘅，確保送出去嘅素養嘅頭頭就冇問題。植物健康管理就是我們從小苗開始，我們把那個植株養到很健康，這樣子它往下的就是
会减少很多费用，就是说因为它苗很健康嘛，所以它也是自然会抗很多虫害、病害这样子。另外一片让一个學生嘅喺插草大樹大廈嘅樹頭後，發現呢野生嘅木米，黃仔才拿出攝像機攝下來，摘下木米嘅群眾變到夾鏈態度，愛來做微生物研究嘅根本。先把它拍照，然後把一些這裡的菌種把它保存起來，然後再去後續的研究。團體台灣學到嘅農業神奇知識帶歸去美國，睇見你當地用嘅草，雖然難開始，我已經算係點下嘅希望嘅人。可是呢，那我現在要教大家正確的人體血處理的方式。在睇農業方面，屯所學嘅貢獻出來。一條學生嘅也無填表去，10歲帶染水年頭，談論台灣逢14歲青年志工團，回到印尼亞切做比較豐富，因為大部分服務嘅對象就談唔識中文，冇辦法有互通交流。嗰時也條印尼留台嘅學生嘅發揮嘅關鍵嘅語言能力，團結等談起嘅溝通嘅橋梁。後面那個有寶礦力的那個男生好了。再去學校啊。跟裡面的學生教他們一些急救的教育，類似急救的訓練。那今天我很高興有這樣子的經驗，可以來到我的學校，跟我的一些學弟分享，尤其是用中文跟印尼文搭配的分享。5個步驟。Nah, selanjutnya kita akan bahas tentang 5 macam pertolongan。我第一次覺得就是很喜歡啊，因為就是感覺到能幫助別人，然後就看他們有的還蠻喜歡上這一堂課，然後就會問答題什麼什麼之類，所以就覺得這還不錯這樣子。就係愛貢獻出所學嘅來回饋鄉里嘅夫婦精神。一條單純定認識嘅後生嘅，也唔到底嘅改變了本來就有嘅想法。他們回來的時候，我覺得他們思想概念已經改變很多，不會覺得，像以前他們這個時候覺得人跟人還是不同的種族，會覺得很大的差別。開校過後也4年啦，留學有印尼嘅學生嘅來台灣讀書，跨國學習嘅成果唔會冷。未來台灣印尼兩片，係唔係有長期建立培育人才嘅可能性？長期同印尼亞切接觸嘅長措府沙太主任加維評講，透過國際合作，同當地嘅人迅速培育人才，係一件值得3萬去做嘅事情。系統性的建立方式，也許就是亞齊大學。然後包括像他們省政府，可能他們現在就是有個叫人力資源發展廳的，那他們是不是有機會了解台灣的管道？那他在這邊就可以形成一個自己的一個培育的計劃。那未來這個培育計劃不是說只是把人送到台灣，他們在這邊就可以已經可能有台灣的老師，也可以交換老師來這邊幫他們做一些基本的培訓。我也希望我們這裡有人才一直會到台灣，然後有台灣的教育界的人來扶持，然後在這裡培養他們，但是需要進一步的想辦法，要怎麼樣子把這個兩邊的教育融合。所以目前我們有在努力往這個方面在做。目前的開校在難，應該打開嘅台灣印尼之間合作嘅教育之門，一條印尼學生嘅喺台灣3萬嘅吸收學習專業知識、創新能力。睇一定嘅面孔，已經看唔到開校打出嘅暗影，點都係適合答案嘅生命力，本人知道滿面光彩。